台中后里有一条巷仔，有一个在地青年开一间芳店。虽然才开4年外，但是伊所做的千层鸡卵糕、甲菠萝的泡芙，是有真侪市中的顾客。即天后里区长专工来参访，除了肯定这个少年头家用心，未来嘛希望透过行销推广，互更较侪在地优质的店家，互人看到。 师傅真熟手，伫每一个饼皮和巧克力奶油必须豆豆踏出35层，才会使做一个千层鸡卵糕。不过嘛因为做工复杂，才会当成就千层鸡卵糕杂煎的口感，即嘛变做店内的招牌之一。真的是像千层，因为它就是一层一层的，它里面的那个奶味啊，很绵密。因为它是用蛋皮，很薄的蛋皮，然后人工去煎，然后再搭配。 进口的法国鲜奶油。这是伫后里区巷仔内的芳店，是一位在地青年红花新开的。虽然才开4年外，不过靠招牌千层鸡卵糕、有菠萝泡芙和真熟的介绍，互袂少民众直接就订礼。连后里区长嘛专工来参访，对少年头家的经营有真大肯定。靠着用料大方，有对甜点的坚持，期待未来透过行销，互更侪在地优质店家，互更较侪人看到。